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啱啱完成咗日頭演員嘅工作，而家翻嚟自己嘅火鍋店，睇下有咩可以打理下。老實講啦，好似我哋而家呢個年紀，又要拍戲，又要打理自己嘅生意，的確都有壓力嘅。所以咧，有機會我都會安排個 me time 俾自己，等自己可以叉叉電，回一回味。有人話人到中年會好怕孤獨，計我話有咩好驚？只要你識得享受孤獨咪得咯。尤其你特別忙嘅日子，你一定要留啲時間俾自己，哪怕係一個角落。而我自己享受孤獨嘅時候咧，就飲杯啤酒，跟住咧食一啲自己好中意食嘅嘢。撈緊嘅時候，啲香味出晒嚟，咬落去好腍，好野味。飲杯，再飲多杯啤酒。呢個時間真係非常放鬆，完全係可以減壓。呢個味嘅直頭唔使用筷子嘅，一定要用手啊！一啖、兩啖、三啖就食晒。仲有呢個番茄湯底，就係用嚟食我最中意嘅牛肉啊！哇，食一嚿邊夠㗎？收到，整到咁大嘅，即係越食越想食，食到條口仲係叉叉電先。再唱首歌，雖然呢首歌係好耐之前，但每次唱都覺得好正。好啦，我嘅減壓時間到此為止啦。希望同我一樣為生活努力嘅朋友，大家加油！